来看婚礼的关键古迹，位伫岛内的前一时是一间正古早的菜场哦。庙的建筑画壁、个庙红啊，拢真精彩。也毋过伫2019年公告做关键古迹了后，修复工作拢无进度。文化部伫去年7月嘛已经核定1亿650万的经费，即嘛总算开工咯。岛内市上古早的寺庙前一时，等俗称岛内菜场，是中部地区罕看传统在旧建筑。 2009年，使用原本要拆除重建，但在地方文书人士的抢救下保留。文管府2019年公告为关键古迹，经过10多年的努力，总算争取到将伊的经费开工修复。整个修复工程不只是中央的9056万，还有云林县政府的1225万，还有我们曾医市董事长这边也筹备了将近有300多万。那三方各就是共同来努力，终于我们要来做一个开工的仪式。文管处表示。 岛内前一事建进龙华教、先天教两派在教融合历史发展，国加上寺庙保留侪位无同时期的艺术彩绘、剪黏、含泥塑等传统艺术，每一部分的修复拢需要遵守规范。伊个规个工期要到2027年8月份才会当完工。在云林再有钱的寺庙，你没有看到那么精彩的透雕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特色。修复完成之后啊，一定会发挥最大的那个古迹的价值。 推动这个文化。岛内前一时表示，前一时为在岛内市的核心地区，建进岛内变迁，未来希望结合地方居民活动，推广在旧的文化历史，成为民众日常使用的场所，提供公共使用性，各创地方的共同记忆。记者用有报道。